团康游戏百百种，课语团康怎么玩？今天我就来教大家怎么玩课语的团康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基妹，大家好，我是英记。你的应该不会记得，两个秒，你们应该会记得我的名字。今天我要来教大家如何玩课语的团康游戏。因为我今年呢考上大学之后，我就有非常多的时间，所以我看了非常多的就是综艺节目。然后在这些综艺节目之中呢，我学会了超级多的团康游戏。那我今天就拿了2种适合拿来改编成为课语团康的游戏来介绍给大家。第一种就是叫做18个是非题18个是非题。呢遊戲我用版來教呢，所以講要當然第幾篇有一個人出題比如講我出題，我就出一個題目，這題目呢做的係一個人，也係講一件事情，也係講一個東西。它可以是一個人，或者是一個事，或者是一個物。例如說，我可能出一個桌子，其他的人就要問我問題，他們靠着問我的問題來去知道說我出的這個題目是什麼。韓國啲問問題嘅時間，像做嚟問嗰種出題嘅人做啲回答，係也係講唔係韓國冇相關，有3種回答嘅問題。就比如講我做啲問佢，呢個東西係唔係有腳？好，出題嘅人就做嚟講，係也係有腳嘅東西。好，你做唔使講，也係買什麼嘅按樣就係一個冇合格嘅問題，因為也唔係一個是非題，我們要問的一定都是是非題。一開始你做的冇去限制題目嘅數量，就是一開始呢，你可以就是先不要去管題目的數量，因為這個遊戲的名稱其實是叫做18個是非題。所以它的遊戲設定其實是所有的人只能問18個是非題的，但是因為有的時候會有一些就是怎麼說，有的時候可能會猜不出來，所以一開始的時候你可以先不要去設定18個題目這樣子。像我上擺有啲 Clubhouse 裡度同大家教呀18個是非題，好，結果大家就答唔出來，我哋就問了超過18個問題。也就是第一個遊戲。第一個遊戲呢，就是豬狗人。第二個遊戲就叫做豬狗人。那遊戲我用嚟教呢，就會講，有當然啲幾片嘛，大家向下湊好，就為的，就講，我要講嘅有3個口令要講，有3個口令要講。第一個，我不是豬。第二個，我不是狗。第三個，我是人。然後遊戲怎麼進行呢？我就隨便指一個人說我不是豬，然後被指到的那個人要指下一個人說我不是狗，再下一個人要指另外一個人說我是人，就是這樣子接下去。那這個遊戲好玩的點在哪裡呢？就是有的人會說成我是豬，或者是我是狗，或者是我不是人。對，這就是這個遊戲好玩的地方。漢語我用嚟講呢，就係我唔係豬，我唔係狗，我係人，就係咁樣，也就係簡單的漢語遊戲。以上就係今日我要講嘅2個簡單的漢語遊戲。因為下還蠻開好，故所以我上癮，我是冇辦法示範俾大家看。等到我開好嘅時間，我再過來請我同學示範俾大家看。好。今日嘅影片就到這邊結束，2個禮拜過後我記得來哦。韓國我記得點讚、訂閱、分享、留言。我係阿姊妹，走來了。